常常看见，我无论去到第几世纪、第几世纪的遐名画时，我看到真侪青年人也好，还是有诶较年长诶人也好，因着用一个楼梯，徛伫迄个楼梯诶顶面，伫遐咧画图，画照因所看挂伫壁诶迄个图，伫遐咧临摹，照迄个图，照迄个因所看到诶画来画。当然，我相信遮个人是得到许可，因为申请得到许可证，才会当入去遐去临摹，去遐看遐个图，啊，照迄个图安尼来模仿来画。有影咱常常咧讲从模仿到创新，对模仿到伫创作到伫创新，意思是讲，即个咧学的过程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学习的过程。当你学习愈侪，当你的经验愈侪，当你的技巧若愈进步了后，你自然就会通伫迄个遐创作，就会通画出家己的一种的风格出来。你就会通伫迄个遐照你家己的思想，你家己的一个特色伫遐来画出来。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，有样就学样，吼，有样学样，吼。早起的国语堂伫遐讲。有样学样，吼啊咩样咧？有样学样，啊无样就家己想吼。我细汉的时常常听大人讲，有样学样，无样就做花相吼。大概迄是传了毋对的款。讲有样学样，啊无样家己想，意思就是讲，咱咧学习的过程的中间，师傅若安怎教，安怎做，咱就是照安尼做。师傅安怎讲，咱就照安尼讲。我想这是真正要紧。台湾人咧学师啊，讲3年几个月，拄啊开始开始的时，无定师傅根本就无甲你教，师傅干那叫你讲去扫涂骹，啊师傅干那叫你蹛边仔看尔定，你就是干那蹛旁地准备遐个工夫尔，啥物嘛无甲你教，你就是干那看，伫遐看模仿学习，渐渐伊才有开始甲你教一寡物件。师傅安怎讲，你就怎安尼讲；师傅安怎做，你就照安尼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4节，保罗讲总是上帝试验阮，将福音托付伫阮，阮就照安尼讲。现代中文的翻译讲，我们就照样讲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。阮就照样讲，毋是要互人欢喜，是要爱互上帝欢喜。这个照样，我想伫咱的福音的教导的顶面是非常的要紧。主安怎交托伫咱去传福音，咱就爱照安尼来讲，照样来讲，毋是话讲一半，嘛毋是要讲互人欢喜听的话。当然，搁较袂使你伫遐添油加醋，袂使你伫遐加添，也袂使伫遐减少甲捏起来，安尼袂使。咱所领受对主领受的，啥物，咱就爱照安尼来讲出去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4节伫遐讲将福音托付互咱，交托伫咱，阮就照样讲，照样讲。我想这个是真正要紧的事。所以大圣，咱伫遮学习就是讲模仿的传承。咱咧伫教会的信仰生活，伫教导囡仔的顶面，咱毋通袂记，囡仔是上界够模仿，上界够伫遐笑话也好，还是咧仿效。所以咱爱留一个好的模样，来传承伫咱的细囝。第二，咱讲信仰的传承，主耶稣基督上天的时阵，伊就交代伫伊的学生一个大使命。我想咱拢真熟。马太福音28章19节伫遐讲恁去，互万民做我的学生，奉父囝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，搁教示因，教导他们，教示因遵守我所互恁一切的命令。我要甲恁三甲直直到世界的落尾。恁甲因行洗礼了后，搁着爱教示因、教导因。我所交代恁的，恁就教导因。
呾伫即个遮，即个大使命的中间，你讲直到世界的落尾 ，to the end of the world。好啊，本的圣经就是讲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咱的白话字的圣经讲啊啦，到世界的落尾，落尾。呾不管是咧讲，伫即个遮咧讲，是即个地核的，迄个落尾，地核的尽头。哦，世界的末了是咧讲地核的，亲像主耶稣交代伊的学生讲，恁着去传福音，直到地极。地极就是咧讲，迄个地理上的，迄个上界落尾、上界远的所在，啊是咧讲迄个时间的终末，迄个时间的最后的结束。不管怎样，教导的工作，咱若要继续会通延续落去，就牵涉到一个就是传承的问题。迄个教导的传承、信仰的传承，咱咧讲信仰的传承，就是爱一代传一代，一直传落去。做人的父母，要安怎会通将信仰的传承予咱的囝儿？这毋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咧。保罗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，伊讲到迄个传承的方法的时阵，伊有安尼讲：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，讲你伫济济见证人的面前，对我领受的教示，你也应该交托互你所信任、会当教导别人的人。哦，短短一句话尔，短短一节，讲我所传互你的，对我所领受的教导，你着爱搁再去交托伫遐个你会通信任的人，搁传互别人的遐个人，会当信任搁传互别人的遐个人，安尼拢总几代？保罗伫即节的经文内面，安尼讲到传福音有几代？讲到4代呢。第一代是保罗啊，保罗咧甲家讲的迄个对象是第2代啊。你对我所领受的遐个教导，第2代。然后讲，你应该都爱交托，互你所信任，会当教导别人的人。你所会当信任的迄第几代？第3代。搁再搁去教导别人，搁去教示别人，迄个别人第4代。我保罗短短一节的经文讲到4代信仰的传承是4代的。咱过去台湾的教会常常有咧流传讲，信仰有时未过3代，还是讲台湾人咧讲好嘢未过3代。咱伫教会内面常常讲啦，讲1代清，2代明，3代无无明，4代咧你请我无用，第5代就厝内神明公马满厝境啊。第一代的人，伊真清楚我安怎受到圣神的感动，所以我来信仰。第2代，伊引带伊的囝儿来到伫教会，有缘还佫会通明白。到伫第3代吼，就清清彩彩啊，就无明啊啦，就有来安尼尔。到伫第4代咧，牧师长老去叫咯，敲电话咯，讲好啦，你请我无用啦，吼。啊，第5代就免讲啊。台湾新行院的代理院长，即卖的代理院长陈尚林博士，吼，陈尚林博士，伊捌讲到因兜的信仰的起源。伊讲每一年过年的时阵，伊的老爸的确会讲迄个故事。伊自细汉就爱听迄个故事。迄个故事是安尼讲，讲差不多是1860年、1860年的时代，伫福建的惠安吼，伫迄个所在，讲有一个做老爸人，足爱跋筊的，啊欠真济孝，所以不得不即个做老爸人，就知影走离伊的家乡，就知影毋知对倒位去啊，啊，敢若留落一个官夫，一个孤儿，伫遐真辛苦过日子。当即个孤儿，伊逐日若卖伊的早顿卖了后，啊就去徛伫迄个号做学堂的门骹口，伫遐听遐有钱的人的囡仔伫遐咧读册。逐日卖早顿了，啊就去徛喺学堂的外口，啊伫遐听。安尼过几年了后，即个囡仔果然伊嘛会晓读册，啊嘛捌字。当耶稣的福音传入到伫即个庄社的时，
即个孤儿就去信耶稣，就加入教会，就开始伫主日学，啊，佫非常安尼温勤工作。所以当即个孤儿到伫50岁的时阵，伊伫迄个庄社得到人对伊非常的尊敬，甚至称呼伊做圣人。假做一个圣人，可见伊的品格、伊的行为是互人真正甲伊尊重的。当即个孤儿后来结婚生一个囝，就甲迄个囝号名叫马吉。老母因为无搁再嫁来请即个孤儿，所以纪念伊的妈妈是马吉，清洁的洁。啊，即个马吉搁再甲伊的囝，就叫号名叫做祖文。啊，祖文结婚了，搁甲伊的囝号做陈子雄。陈子雄，陈子雄就是陈上林博士的老爸啦。所以讲，伊的老爸伫当年过年的时阵，伊就开始讲即段故事，讲伊的祖先原来是爱跋筊，伫教就爱离开家乡，总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入来到伫即个家乡，互因全家去得救。伊讲，呾即马轮到伊啊，轮到伊伫每年过年的时阵，伊就爱开始来讲即个故事，即个信仰的故事，互伊的囝儿听。对你亲爱兄，这《申命记》第6章20节到25节，有原记载故事伫遮安尼讲，将来恁的子孙要问恁，将来恁的子孙要问恁哦，讲上帝，阮的上帝为什么命令阮遵守这一切的律法诫命呢？恁的囝儿会问恁哦，恁就安尼甲因讲，阮捌伫埃及，甲埃及王做埃及王的奴隶，总是上帝行伊的带领，行奇事来拯救咱。所以阮亲目看见，伊伫埃及人的中间